们是什么样的天平？说我比较差劲，为何比较差劲？但你们追求的那些大小事情，我根本不曾打算安排进我的生命。是否听过我的事情？是否窥探我的内心？我没有病，谁狂飞，谁才有病？或许在你们眼中，我就是比较差劲，做什么都不行，什么都搞不定。但是我也全力用尽，前进又前进，我自己的烂命，真的轮不到谁批评。请你拿走根本就没的天平，说我比较差劲，为何比较差劲？但上面摆放的那些口头规定，我根本不曾打算与他人用词较劲。是否听过我的事情？是否窥探我的内心？我没有病，谁狂飞，谁才有病？或许在你们眼中，我就是比较差劲，做什么都不行，什么都搞不定。但是我也全力用尽，前进又前进，我自己的烂命，真的轮不到谁批评。谢谢用心，但我不需要这份荣幸。那些圈套谁爱听谁去听？如果真的可行，又何必我来进行？比起决心，我更喜欢自然醒。或许在你们眼中，我就是比较差劲，做什么都不行，什么都搞不定。